大家好，我係蘇老師。今日係6月第3個星期日，係廣為人知嘅父親節。喺中國嘅傳統觀念入邊，我哋其實都有屬於我哋自己嘅父親節嘅喎，就係農曆嘅3月3日。呢一日係軒轅皇帝嘅生日，亦都係上巳節嘅巳字。咁個巳字點解啊？根據我所查翻喺甲骨文入邊，巳字係指胎兒嘅意思，預示着新生命嘅來臨。而父親節就係代表父親，父親亦都係我哋血脈嘅開端，係我哋人生之中第一個靠山，係你節日嘅形式。雖然各有不同西方同中國嘅節日，但係表達嘅感恩心意始終如一。對於父愛，我想用以下嘅說話嚟描述嘅喎。父愛係融入喺無聲無息之中嘅積累，係紅色，亦都係表示熱情，係高於群山嘅昆侖。父親沉默卻有震撼，玉龍傳天下嘅父愛都係同一個模樣，內斂但係有滾燙。所以無論係東方又好，西方都好，無論係喺邊一個日子，我哋都應該去過父親節，都應該回望一下身後面嗰個默默付出嘅佢。喺呢度，我想祝賀全天下所有嘅父親都平安健康、福貴生長、身心康泰。大家好，我愛你如同愛自己。